社保喺東莞買，但係咧返廣東省內嘅老家睇病，醫保點樣嚟結算呢？有朋友喺東莞工作同埋生活咗20幾年啦，而家返茂名嘅老家居住。如果喺茂名睇病，醫保係點樣可以報銷呢？呢個朋友可以採用廣東省內嘅異地就醫結算政策，享用醫保嘅待遇。我哋睇下呢個結算嘅範圍係點樣覆蓋嘅。自2025年嘅1月1號起，廣東省內嘅參保人員，包含東莞嘅參保人，跨市就醫嘅時候就可以喺定點嘅醫藥機構直接進行醫保報銷，無需先行墊付醫療費用再申請報銷。適合邊啲人群呢？包括第一，異地長期居住嘅人員，譬如喺異地安置退休人員啦，異地長期居住嘅人員啦。第二類就常處異地工作人員等長期喺參保市之外工作、居住、生活嘅人員。第三係臨時外出就醫嘅人員，譬如異地轉診嘅人員啦，因為工作或者旅遊等原因異地急診搶救人員，以及其他臨時外出就醫嘅人員。第四類就異地生育嘅就醫人員。報銷嘅範圍同埋比例係幾多呢？喺備案嘅有效期之內，參保人員喺省內嘅定點醫療機構就醫嘅，係按照參保地同等級嘅醫療機構嘅支付比例直接結算。例如，東莞嘅參保人喺省內其他城市嘅2級醫院就醫，如果佢喺東莞嘅2級醫院嘅報銷比例通常為90%，那麼佢喺省內嘅其他城市同類型嘅2級醫院亦都按照90%嘅比例嚟報銷。但係咧，呢個係有備案嘅要求嘅。佢備案嘅途徑可以咁樣申請通過粵醫保微信小程序進入線上辦理，然後咧喺異地就醫備案。提交咗備案嘅申請，提交後就要等待一個審核啦。審核通過之後，就備案就生效啦。如果醫保結算系統故障冇辦法喺現場結算，點樣辦呢？應該喺2年之內攞餘下嘅資料到東莞市嘅任何一個嘅醫保經辦機構或者粵醫保辦理門診零星報銷。佢需要帶嘅資料有門診嘅收費數據原件、詳細嘅門診病歷記錄、醫療收費嘅明細清單、身份證嘅正反面同埋社保卡嘅正反面嘅複印件。如果佢有對辦人嘅話，對辦人嘅身份證嘅正反雙面同埋社保卡嘅正面複印件。第六咧係本人銀行賬戶嘅複印件。大家好關心呢個異地嘅門診限額係幾多呢？門診限額喺異地嘅年度限額係987蚊幾。金卡參保人喺上述嘅標準係增加20%。需要提醒大家話，成功辦理異地就醫備案之後，就唔能夠再享受我哋東莞市嘅普通門診嘅報銷待遇嘅。